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5月初3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0篇，耶利米书23章第1节到第8节，马太福音20章17节到2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求什么？耶稣基督教导军队的人讲：求就予恁，拍门就甲恁开门。但是耶稣基督又搁讲，只要有信心，恁伫祈祷中间所求的一切，拢会得到。一人掠做安尼的经文来讲，就是无论求什么，上帝一定会回应。只要你求，真正是安尼吗？基督徒到底是要安怎求呢？伫今仔日的经文，马太福音20章20节到28节，记载着耶稣基督的学生雅各甲约翰的老母，伊来找耶稣基督。伫伊面头前来甲伊求，圣经记载讲，西比太的某带着2个囝来见耶稣，伊跪拜，请求一项事。耶稣就问伊讲：你要什么？伊回答讲：求你答应我，伫你做王的时，互我这2个囝，一个坐伫你的正边，一个坐伫你的倒手边。如果照某一寡基督徒所咧讲的，那安尼，雅各甲约翰的老母所求的，应该会被成就得到。但是照着圣经继续的记载，却毋是安尼。耶稣讲：你毋知恁咧求什么？我将来要啉的苦杯，恁敢会当啉？因回答讲：阮会使。耶稣甲因讲：恁虽然要爱啉我的苦杯，但是我无有权决定什么人要坐伫我的倒边还是正边。这会做为着我的老爸，我的老爸为什么人准备的，就互什么人。耶稣基督不但甲伊要所求的，甲伊讲伊所求的是无正确。耶稣基督也讲着伊家己无有权决定倒边正边坐位的人是什么人，因为天国的事是上帝的权柄，毋是人子的权柄。圣经继续安尼记载，其他10个门徒听见安尼的请求，对这2个兄弟就非常生气。耶稣将因叫到面头前来，对因讲：恁知这个世界的人有执政的咧管辖因，有领导的咧支配因，但是恁却毋是安尼。恁中间什么人要做大人物，什么人就爱做恁的仆人；什么人想要徛头前，什么人就爱做恁的奴仆。就亲像人子一样，来毋是要受人奉事，是要来侍奉人，并且为着要救人，来献出家己的性命。耶稣基督是奉上帝的旨意来成做救赎的献祭。伫迄当时，伊拄咧面对受苦的时阵，竟然还阁有人咧想家己的福利。雅各、约翰的老母，到伫现代还阁真济。牧师的意思是讲，现代人有真济亲像
约翰甲雅各的老母。时常听人讲，只要祈祷，就一定会通得救，就一定会通得到医治。其实，这个人不但是误解圣经的教导，佫较是袂记得顺服上帝的旨意。上重要的，佫较是忽略着上帝互基督徒的呼召。耶稣基督透过伊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来教导咱，祈祷是应该爱顺服上帝的旨意，毋是顺着咱的意。耶稣基督佫较是家己顺服上帝的旨意，谦卑到死。咱真实的腓立比书第2章第50到51节，圣经安尼记载。恁着爱用基督耶稣的心做心，伊原本有上帝的本质，却无掠家己，南山掠家己甲上帝同等的特权。伊颠倒自愿放弃一切，取奴仆的本质。伊请做人用人的形体出现。伊自甘卑微，顺服到死，而且佫死伫十字架顶。因为安尼，上帝高举伊到伫至悬，赏赐伊迄个超越万名的名号。为着要尊重耶稣的名，天顶人间甲地下的众生拢着伊屈来拜，众人的喙拢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，一切来学乐被上帝的荣耀。耶稣基督求的是顺服上帝的旨意，毋是家己的乌白求。耶利米先知所讲的以色列人将来的愿望是啥？耶利米先知安尼讲：遐个残害赶散上帝子民的统治者害啊！因原来是应该照顾上帝的子民。关于这个统治者上帝，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。恁无有照顾我的子民，反倒当赶散因。看吧，我要因为恁的邪恶的行为来处罚恁。我要对我所放逐因去的各国，将剩落来的子民调集起来，带因倒转来归回故乡。因会多囝多孙，人口真丰盛。我要派领袖来照顾因，亲像牧者牧养羊群一样。我的子民无搁再惊吓恐慌，我无搁再处罚因。我上帝安尼来宣布。先知的话咧提醒以色列人爱回转来向上帝，并且将愿望放伫上帝的应允顶悬。耶利米先知安尼来传达上帝的话，讲上帝讲：看吧，时候要到，人咒詛的事无搁再讲。我指着迄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永生的主法来咒詛。却是要讲，我指着迄个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北方土地，将因对方放逐的各国带倒转来永生的上帝咒詛。迄个时，因要安居伫家己的故乡。耶稣基督所求的是上帝国的降临，毋是雅各。约翰的老母所讲的，伊得到国的时阵，毋通袂记着我两个囝，一个伫你的倒边，一个伫你的正边。其实基督徒会当求
上帝必然会回应。但是若照着上帝的旨意，毋是照着家己所想要想的。求什么？基督徒应该爱真细致的求，千万毋通乌白求。也亲像咱咧劝勉朋友应当爱勤俭的时阵，就会讲，考虑一下，迄个物件是你的需要，还是你想要爱？需要，上帝会照咱的需要来赏赐互咱。但是呢，若想要爱，迄就有问题啊！已经超越过迄个界线。迄个时阵，就会亲像雅各甲约翰的老母一样。咱阁想看觅啊，咱有需要的时阵，就亲像迄个痴迷的想要看见，上帝必然会应允。诗篇100篇，全地啊，着对上帝来欢呼，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。着唱俄勒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，着知上主是上帝。伊创造咱，咱属于伊，咱也是伊的子民，是伊牧养的羊群。着用感谢进入伊的门，着用上赞入去伊的庭，着感谢伊，称赞伊的名。上主至善，伊的慈爱线到永远，伊的信息透到万代。求主帮助阮会晓得知怎样来祈祷，怎样来祈求，怎样来明白你的旨意，愿意顺服你的旨意，无随意来祈求，无贪心，无求家己的利益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